首先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係洗手間，佢係名廁。廚房係梗廚，有雪櫃、洗衣機、爐頭、抽油煙機。飯廳位置可以放到4至6人飯台。主人房放咗床同埋呢個衣櫃，對住係遠處嘅針山。主人套廁係名廁，帶有浴缸，浸浴就非常舒服啦。工作平台可以做啲曬浪嘅工作。第一個房間有床同埋書台同埋衣櫃，對住係樂園嘅景觀。另一個房間放咗床同埋衣櫃，對住係針山嘅景觀。客廳一邊放電視櫃，另一邊可以放梳化。前邊呢度咧就有個露台，亦係望住翠綠嘅針山。各位如果想睇呢個單位，歡迎隨時聯絡我，大圍米高，多謝大家。